瑞典一座已经有113年历史的教堂，因为当地挖矿的产业地产一直陷落，这2天因的当局是当咧无用甲教堂搬去5公里外的新地点。这搬过了后，就搁要安置，还搁维修需要时间，就要到明年底才会当重新开放。 这座1922年起的真大红色木造建筑，已经从抗日骑行移动平台顶准备启程去新市中心。伊的所当时速上悬每点钟500公尺，有计要用2日完成5公里的搬线。And when we went underground in the 50s, what happens is that gravity makes the land want to fall into where we mined out the iron ore. And now we've been mining down to 1,300 meters. It continuously to fall down slowly. 搬线任务并不简单，也毋过专家利用教堂结构优势，改善将内部原本直接固定伫壁顶的祭坛位，到有1000支音广的广风琴固定好，安尼会当免得这寡电状风铁道破坏。为着这座搬线之路，负责教堂搬线任务的瑞典矿业公司也拓宽道路。It's like a triangle, so it's very good construction for moving. And we have the beams, steel beams, under here in 3 layers. And we have the SP-empty trailers, quite wide with two lines. 真如那地区矿度量犹原是真大，未来产量甚至会当超过高达开采总量的数倍较济。教堂甲旧市中心下面犹原有矿藏要继续开采，为了避免地层下陷，佮保护居民甲安全，才会当迁城。2010年代中期，位伫北极圈以北140公里所在的基鲁纳，其他建筑拢已经陆续搬到安全的地带，大部分的建筑拆掉重建，也毋过地表是以整体搬线的方式来保存。 旧市政厅厝顶的钟楼也互搬走，即马采伫新市政厅边仔，瑞典矿业公司会负担整个基鲁纳市区搬线计划的费用，估计超过100亿瑞典克朗，相当代表317亿。公司新闻黄伟明编译。